愛學樂器，大多數人唔會讀弦呢。不過30世紀弦的研究家邱太強都強中意弦的佢特別的音色。韓式也愛伴邱太強學鋼琴，不過學嘅2年，感覺講佢難有乜嘅突破。而聽到嘅黃金良嘅專輯過後，完全改變了對弦的嘅想法。而當地講原來弦呢，也是得過古典，也是得過流行，有蠻一多嘅變化。下後而終於到弦呢，大學音樂呢，咪主修弦呢。退伍嘅去到上海學研究優良，和拜師學做弦的喲。而係研究家，也係做琴師。邱太強咪去學教成人的愛弦呢，希望帶領韓國多年向下來欣賞一個傳統樂器有一講嘅。愛呀個來，愛呀個去，從愛做好聽嘅音樂，推翻面繞，匆忙了解故，唐邱太強愛用愛，以從該神奇嘅情景出地面頭前。開頭就是模仿超妹啊跟公雞的聲音，中間的部分呢，大部分都是快攻、快速的音，它就是以超妹郎給剛這個旋律做一個主軸去做一個變奏，中間有一段完全是新創的一個旋律。邱太強講，現在嘅人類愛比上嘅曲調是等價，唔過其實未做得如某種嘅愛法，來愛出強快快拍嘅感覺。就算應該下，讓我為邱太強學彈鋼琴，後來2年啦，自家去到小學時彈鋼琴當實力，後尾彈到黃金良嘅現在演奏，佢去到當先生當某種肉。當時是覺得這個樂器二胡或者是野胡啦哈，反正就類似的樂器，好像是老人家才會拉的東西。但是溫金龍一出來的時候，就完全顛覆我的這個想法，這樣子。那二胡它也可以拉流行的、古典的，都可以，就是跨界的都可以去詮釋。當個日現的改進按到變化，其實這件事嘅邱太強11歲開始學愛弦呢，大學咪主修弦呢，甚至是到北京老太師學習。不過倆到幾度遲到還唔啦。對，它很厚，你看，你可以聽這個聲音。這個是蟒蛇皮，更大。這個已經把側邊都裁掉了。這個是正背部的皮，背部的皮才會有花紋。你看這個後面還有肉，這看得到。哦，黃色這個就是肉。對，這個肉。哦。肉都要把它去掉，我們只留下皮的部分。皮它有一層一層的纖維。那出自上沙皮，冇了解嘅人可能一下會嚇到，其實倆都係邱太強做弦那個材料。線和這個竹棒子縫上去，然後先做第一次定型，這個是做過第一次定型的，所以會有這個六角形。愛嚟16年前呢，是擺啲朋友嘅手計下，去參觀嚟中國嘅做琴工廠，經驗批出咗嚟協調，所以嘅甜百事紅意，地步是待了2年。辛苦當然會感受到辛苦，因為以前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東西，而是每天去師傅的工廠，做的滿臉啊，整身都是木屑這樣子。對，那個時候戴口罩，口罩都已經變成那個，都是變咖啡色，白色變咖啡色這樣子。我自己是覺得蠻驕傲的，就是這個師傅唯一傳授的外傳的徒弟就是我這樣子。中國呢老熟嘅建產建構，老皮用輕，兩張木皮嘅技術，是係貴幾些呢？作為新古模，是等重要嘅功夫。要聽一下它彈出來的聲音是不是我要的那個高度，也不能太高，太高的時候呢，它這個聲音低音的部分會出不來，那太鬆也不行，太鬆的時候反而整個音色會變得比較悶的。不過做弦呢，老人就完全係冇強壯嘅兩倍。邱太強講做弦時大體都唔會愛弦呢。不過自家為人就對做弦呢來講，加懂了解，運用辦來做會較好。做出成品，因為我自己會拉，所以我知道拉出來音色到底好不好。對，那不好，那我就會去追溯源頭。我在做的過程中可以去做什麼樣的改變？
来琴走琴，后台叫美高音，来到北部山当嘅山南国小、太平国小，里通读春来日晴，后堂嘅弦乐上。嗦咪咪瑞哆瑞2、3、4，咪嗦嗦咪嗦哆瑞瑞，嗦咪咪瑞哆2、3、4。为在客家中嘅太平国小，13年前出入北京献乐沙滩，3年前哈那老献呢，南日只是口唱，全港3到6年生嘅小朋友都会学献呢。因为我们1、2年级的时候，小朋友学小提琴或大提琴嘛，而且我们发现其实有些小朋友好像1、2年级没有表现这个对弦乐很特殊的那个表现。那我们发现3年级之后原来他们在二胡之后也玩出去，他反而在这个学习当中获得成就感这样子。我的话应该是比较喜欢二胡，因为小提琴它要精准，可是二胡可以有很多的变化。像是怎样的变化？就是像是它可以是有比较长的音，可是小提琴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它就是要很精准，不能有错误。其实不会很难，因为二胡只有2个音，其他都是靠变化。像有些是会拉长弓，有短弓，然后也有连音，有时候可以4连音，有时候2个连音。大部分外面的社团都是大人，对，所以要从小朋友开始，这个年龄层低年龄层开始扎根的话，就必须从学校着手。对，所以我来教这个学校这样子，刚好这个学校又有这种理念。准备，1、2，嗦嗦拉哆瑞咪，嗦咪咪瑞哆瑞。唔但场地好高高，美丽沙起高，希望下到你求下轮年是献呢，好献呢。两下休太久，哈那老客家3個國寶黐木豬，好愛3個獻呢。希望老客家嘅音樂藝術老智慧保留下來。這篇傳信推廣，這篇已經學緊進步，唔甘言書本是讓樂器，休太久愛大家啲，獻呢個世界未強容精彩多變。